补习班，考试件今天是考试，然后补习班老师就负责收那些的考试件。第一句话就说，比如说看到我，吴铁妹，怎么考那么差？才考数学考83分。你看补习班老师见到我第一句话也是这样讲，好，这已经被补习班老师讲了嘛哈，因为补习班很重视的是什么？全班成绩，我这个巨匠补习班补出来都是要100分嘛。好，今天在补习班已经被老师这样念，这个这么笨，这1加1等于2，怎么都算错呢？好，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也很辛苦，今天还被上司念。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小朋友放学，对不对？看到那脸色，其实就知道他今天考试考得好不好。偏偏爸爸又爱问，吴姐妹，你今天数学考多少？你今天看到小朋友那个头累累的时候，头低低就怎样，就知道怎样。考不好嘛，就是爸妈其实不要在，可是父母亲还是很在。怎么才83分？怎么这一题会错？这一题就是答案就是1啊，这个应该圈啊，不是叉啊。殊不知100分有时候就是很难，就是差在圈圈跟叉叉，不是吗？想问，是我们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每次都考满分吗？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在意的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考试是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他读的怎么样，到底有没有把老师教的知道吗？可是现在的教育整个是练习，所以0岁、3岁、5岁，不同的功课给他们，3岁要背祈祷，5岁要背诵圣经及摩西律法，到7岁要背诵这个摩西律法5经中的创世纪啊、出埃及记等，到7岁还要读圣经剩下来的这个部分的犹太教法法典。13岁成年以前呢，就是要把刚刚所说的只是他们的基本学问那犹太人主呢，他每天早上都要做礼拜，那就是祈祷大概150年。可以想象孩子这么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后，他竟然都会背诵所以呢，不可思议的，一旦大脑的这个大容量机体打开之后呢，接着下来就很容易吸收各式各样的这个知识完成一个高技能的电脑式的头这个很不容易。总结有多少福气，让大家来念，就能读多少经典，读多少经典，就能拥有多少福气。10年树木，100年树人。好，我们花莲县读经的教育的美好，及台南读经的美好，正因为有我们大家的坚持跟持续永续的传承，真的需要每一位我们所有的勤贤大德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咱的心肝宝贝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将读经就是我们送给孩子一生受用的礼物这个是分享一些的相片这是教育处也为读经还有推动阅读做了成果展。那这是我们去年读经会考的这个介绍，看一下，让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开锣，相信这边也有办过好几届的读经会考嘛那我们也是一样非常感谢我们的田姐老师，从第一任的就是接下就是花莲县读经协会的这个棒子，然后传承，让后学有这样学习的机会，让后学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是开始读经闯关了。那一样我们在卫考期间也是动用了400多位的这个志工这是外面的读经闯关区，大概设立了15个闯关那这些孩子们都是来自于国高中的学生来做服务。那服务结束之后，我们协会呢也会特别颁发给他们做感谢状。这是我们的彩街，彩街大概需要绕出去街上让外
花莲市的这个乡亲们知道说花莲办这个一场1年1度的盛事，而且是这个铁牛车也上街上去了，非常浩浩荡荡的走上街头这个我们看到家长跟孩子都陪伴着孩子去踩街的那一刻，其实很多小朋友说，家长说，哎呀，我的小朋友太小了，没有办法去踩街啊。其实有时候父母亲都太替孩子设想，他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在走路，他其实呢非常勇敢的也会把这个行程走完给孩子适时发挥空间嘛。当天呢，其实办理会考为什么要邀请这些民意代表？因为很重要的他们除了赞助经费之外，如果推动途径只有民间团体来推，其实或许觉得这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刚刚看到是市代会的主席，还有我们的行政会县长，还有刚刚的花莲市的理事长，他们对途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相信在运动我们很多的学术以及很多的科学、很多的教育的时候，唯有人格品德的奠定是最为重要的。好，我们大概就简介到这边那这个就是读经的一个花莲目前整个发展的情形。好，接着下来后学要分享的就是成立读经班，我们准备的是不是读经示范跟班级经营开错单，不好意思。